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嘉义民雄的大树爷文化节，昨深夜饭店进行着大树爷火化的仪式，这个活动进入到最高潮。啊，随着这个大树爷火化升天，嘛按照惯例来放烟火。也毋过今年的烟火是通炸，就是伫个架空度来爆炸，信众是惊到世界夺命，有一个民众互弹出来的脆片碰着伤。 威风凛凛的大树爷，伫规清信众的拥护下，慢慢来向生化场前进点火，和这个祭典活动进入最高潮。放烟火过程中，常常发生架空爆炸，烟火向信众这边冲过来，还有爆炸声，真恐怖。信众赶紧要走，一个未赴险的骹腿有受伤。参加这一摆文化季，头一摆拄到这款情形，大家拢惊到。 意外发生后，活动照常进行。大树爷伫规千名信众拥护下火化升天。小连续3天的嘉义民雄大树爷跪，伫今日透早圆满，也毋过消防局要开单。超过暗时10点放烟火，罚3万到15万。爆炸感觉烟火品质有关系，庙方冇回应。 那本案因为释放时间有超过10点管制自治条例的部分来处罚了，有可能会低空爆炸的原因其实上有很多啦，有可能是产品的出厂可能会有一些产品瑕疵拢是用合格的嘛吼。系啊。后盖会较注意无？当然啦。庙方强调讲，用的拢是合格烟火，未来放烟火时安全上的考虑会更加周至，以免再发生类似的意外。 好来，继续来到新德县的德北，有一间越南式的小食摊，共有35位人客食完这个化工面包了后，疑似是集体食物中毒，发烧、头晕、吐骨流，初步怀疑是食材出问题。新德县卫生局前往稽查，查出着6项的缺失，要来改善。啊，店家讲嘛唔知影为虾米会安尼，讲压力真大，拍算代志调查到一个段落，就要收单关门，无爱做咯。 屏风外观看布旁，街路边一间细间摊，那伫咧卖法国面包，佮咖啡和白米线。不然料理是真侪人爱吃，不过这间店表示安风波，去管府下令天劫。每天都有卖，每天有卖啊，几乎每天没事，每天都有卖。我说这2天怎么没开门的？店面差不多逐工做，店就开伫咧新德县德北市场的所在。24号病院小说接到通报，民众食法国面包，就开始吐骨流，甚至发烧。 头壳晕，佮敢若同齐食物中毒，到昨暝为止，拢总30个人去医生看，即摆还佫有个人住院，当伫咧观察。 即马所知影的拢总4间病院接到通报，真侪人已经等去做休困。卫生局嘛前往店家调查。有些东西啊，酒精消毒、离开包装，检查人员用免仔机伫咧餐盘顶高练。新德县卫生局透早到店家采样本抽检，发现包括锻炼物品、食材含器具拢放伫咧涂骹，分装食材无写保存日期和品名，拢总6项欠点，已经下令限期改善。总共采检了12样检体进行检验，那最快2周会有一个结果报告。如果届期未改善的，我们会依食品卫生相关管理法则来裁处，那最高可处2亿元以下的罚款。伫咧网络顶找这间店评价104.7粒星，为人学了介好食，有的人讲食袂毁，嘛袂负担。业者讲到，一位越南寄来台湾，即马表示安尼记录，无法度做，无钱讨趁，今日当点点啊等稽查结果出来，讲到压力真正足大，嘛讲未来应该袂个做这个生意啊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